林鄭過去嗰個星期咧就真係非常之紅過佢嘅主人，即係嚟緊嘅主人應該話阿梁振英。日報紙兩大版啊，起初咧就講呢一個佢叫做根據呢個基本法50年不變就講就話丁屋權，丁屋權咧可以算到2029年咧就開始停啦啊咁樣。咁呢個稍後先講。哇，第二個又非常之火紅就係講呢個所謂政府總部啊西翼嘅西座呢個拆西翼。咁咧就呢兩單新聞咧都令到林鄭月娥佢嗰個即係本色啊，林鄭本色咧完全出咗嚟。呢個咩叫林鄭本色咧？我覺得係就係話佢對於所謂嘅叫做程序咧就唔係好注重嘅，即係輕視程序。有一主張咧就係主張一種真係咧好似梁振英所講嘅。要做就做㗎啦咁樣。咁啊，足證梁振英揾佢做下一任嘅政務司長，雖然未正式公佈，不過我諗9成9係9成9啦。即係梁振英揾佢做政務司長係合適嘅。我有少少懷疑，因為點解咧？我話3個急躁人走在一起咧，我哋咧就話香港唔暴動咧都幾難啦。邊3個咧？一個叫梁振英。一個叫林鄭月娥，仲有一個叫羅范椒芬。羅范椒芬極可能咧話入行政會，咁都可能係一個其中一個最重要嘅智囊，甚至影響公務員團隊做嘢嘅一個人。咪先唔好講佢究竟係咪阿羅范先啦嚇，我哋如果講阿林鄭月娥就頭先你講到一句説話就係佢唔係好依程序啊。咁其實呢件事就好似阿梁振英嘅。你記唔記得我哋都係有翻舊帳啦？幾個月前就講過佢。雙非孕婦嗰個就拍手掌嘅，大家都。不過諗深一層，咦佢好似唔係好依程序辦事喎。同埋帶嚟會有好多即係未經仔細籌劃嘅一樣嘢，譬如話當中涉及法律問題啊、私家醫院嗰個嘅自己個存在嗰個嘅營運問題啊。嗱咁今次頭先你講嘅其中一樣嘢就係個丁權先。首先個丁權嗰度咧，我諗咧佢可能有少少冇預計到咧，香港市民嗰個反應係咁，諗住大家都拍手嘅。即係話咧諗，因為大家都覺得啊，丁權係特權，以前講過好多次，我哋喺度都講過好多次。我甚至曾經講過話啊，邊個特區政府能夠真係處理呢個問題咧？我話哇，呢個就犀利啦咁樣。咁但係問題喺邊一度咧？林鄭月娥引用嘅係基本法50年不變嗱，呢個就好敏感啊。因為點解咧？如果係林鄭所嘅講法係為真嘅話，即係50年會大變。但係50年不變咧，嗰陣時候我哋理解咧，鄧小平同志講出嚟嘅時候，50年都不變係真係100年都唔變，就唔代表咧就話50年不變51年就開始大變咁樣。咁佢呢個引用基本法咧，呢個就留咗開咗個大門啦，我哋叫做開咗個大門咧，就50年之後我哋會真正回歸啦。回歸咩？回歸祖國嘅嗰種嘅制度啦。佢所以非常敏感。不過咧後尾咧更加醜樣嘅就係話。佢話當人哋問起呢件事，即係反應唔好嘅時候咧，咁跟住一啲人話啲人問佢，哇你咁講都得嘅咁樣，佢就話：喂，我吹下水喎。佢真係用呢個字啊，吹水啊！呢個同阿羅范椒芬一樣啊，玩嘢咧唔知點解呢兩個即係叫女士啊高官啊，高官女士啊，咁中意用呢啲市井嘅語言嘅喎。係以往咧，其實即係我哋都做傳媒都一段日子啦。其實港英政府時代咧。都有呢啲吹水㗎，但係就第一就唔會去到咁高層次嘅官員吹水啦，可能低2級。第二就好多時吹水啦，吹水係 under 即係 off record 係啦，唔出名嘅，喺一啲嘅飯局裏邊啊，我哋以前都叫咖喱飯局啊，唔知唔知啊？你新聞處呢個咖喱飯局，大家食晏晝嗰陣時候咧就傾閒偈。傾下閒偈嘅時候咧就講嘅，政府諗緊。可能諗緊，有咩意見啊？係啦，喂，如果真係咁，取消丁權啊，你估香港人有咩反應咧？其實係用一個問題形式咧，去引大家啲傳媒高層咧去傾偈。同埋咧就唔好 quote 我，即係一係咧就再放個風球出嚟咧，就係你唔好 quote我，睇下點樣樣。但係今次唔係喎，完全唔係呢回事喎。佢係接受南華早報嘅訪問，仲有一樣嘢係以佢自己嘅身份發展局局長嘅身份去講。第3咧就係佢所謂後尾補鑊咧，就話呢個係叫從朋友吹水，仲係朋友講俾我聽，即係唔係政府諗緊，唔係政府諗緊。嗱呢啲咧一係咧就代表緊即係反映緊啊林鄭月娥咧，即係唔知佢呢個所謂朋友講嘅邊個朋友啊？梁振英都有朋友啊，而家即係嗰係咪真係政府諗緊唔知啊？但係呢個始終咧都顯示出佢一個人咧，即係比較好似唔係太審慎。
奇怪嘅，佢係公務員體系出身咧，點解會係咁樣樣？佢係咪咧？唔知係咪做官做咗好耐，抑或係只不過係話俾佢係 A.O. 出身嘅，A.O. 出身係嘛？ A.O. 出身係。咁第二件事就更加奇怪啦，呢個就古蹟諮詢委員會就都仲未討論有關呢一個即係政府總部呢個問題嘅時候咧，林鄭就話拆硬㗎啦。咁嗱呢一句説話咧已經好多人講啦，喂你呢句説話好有問題。過去不嬲咧，公務員做嘢係咩咧？就係話透過諮詢委員會俾意見政府，然後政府根據呢個意見就考慮，然後作出決策㗎嘛。你而家都話古諮會點都冇用㗎啦，仲咧喺佢開會前帶成個嗰啲模型俾佢睇喎，即係搞晒㗎啦。即係話第二日咧，我哋拆咗之後會點樣做啊？起啲乜嘢出嚟嘅時候，哇！呢個顯示出去真係強政得好緊要。嗱，你又見到咧嚇，即係陳智思都係一個建制派嘅人啦，同埋都係一個相當之溫和建制派啦。我哋見以佢一個咁嘅人，都一個公開場合喺而家講話我辭職唔做。嗱呢件事都幾即係應該係幾震撼㗎。係因為點解咧？係震撼呢個亦都同阿林鄭月娥咧好奇怪，呢個咁嘅 A.O. 出身，但係咧竟然咧喺呢個古諮會未開會之前就向外放風啦，真係放風。今次就我一直同陳智思先生咧有溝通。哇！呢個真係陷陳智思於不義啦！呢個主席咧，你咁樣溝通，人哋都未開會，你話同主席溝通喎？哇！呢一樣嘢真係咧，講真，我做咗咁耐傳媒咧，真係未遇過一個咁嘅高官咧，係會用咁嘅言行嘅方式咧去干擾咧古諮會嗰個嘅會議嘅。即係有砌定模型啊，又話我已經同主席大家講過啦，咁樣好似你哋唔使，你哋啲就投票機器啦，即係好似隱含住咁嘅意思咁樣樣。不過呢兩件事加埋咧，再加埋我哋經常講嘅雙非孕婦事件咧，其實大家都可以約略估到睇到將來7月1號之後會用乜嘢嘅方式。嗱，呢樣嘢就係我所擔心，就係話，當然我哋批評得阿曾蔭權好緊要，就係話 hea 住做，呢個係一個另外一個極端。但係如果走向另一個極端咧，所謂嘅完全唔尊重程序，完全即係我想點就點嘅時候咧，我都話啦，咁嘅情況之下咧，暴動嘅可能性都仲大過以前。咁唔係唔緊要啊，最近好似啲裝甲車嚟咗嘅。哦，咁可能真係有後盾啦，已經有所準備。